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大圍站上蓋柏傲莊 2A 座嘅低層 E 室，佢係一個一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22尺。單位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玄關位置同埋開放式廚房都係採用咗直間木紋嘅設計。開放式廚房就配備咗雙頭電磁爐同埋一個微波焗爐，亦都有一個雪櫃連冰格。至於洗衣機就擺放咗喺浴室入面。之後同大家經過客廳，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。景觀非常開揚，除咗可以望到屋苑嘅內園之外，亦都可以望到山景。我哋再喺露台出面望返入單位，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同樣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所以採光度非常足夠。而浴室就採用咗趟門設計，就可以慳返多啲位，亦都係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有浴室寶，亦都設有旗杆。亦都配備咗一個衣櫃、燙衫板同埋一個洗衣機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，多謝收睇。